来关心上新的消息，这是根据气象署上新的报告，中度风台凯米，即马强度也有另外的增强。按算伫今日暗时到明仔透早早起，是风台影响咱台湾上大的时阵。早起的时，总统赖清德有到灾害应变中心去听各部会上新的工作报告。一点是因为0403的地震会造成这个更容易发生土石流。所以我希望我们应变中心能够跟地方的应变中心共同合作，在全国土石流的浅势地区，应该要撤离的民众应该都要尽速撤离避免因为0403地震之后，再加上庞大的雨量，造成土石流的发生。特别是在浅势地区里面有慢性病的不管是洗肾、心脏病或是其他的慢性病，我们尤其要特别注意。第二个就是因为我刚刚看到在南部地区适逢这个涨潮，就是台风雨量很大，这次是雨量是非常大，再加上涨潮，在这种状况下，低洼地区也我们要非常关注。除了我们已经准备了抽水站、抽水机，然后人员要到齐以外，也应该要更严格的标准，预先撤离。